继续要来讲台湾彩券，今年推出的这种1200万大吉利的刮刮乐，讲这个头奖全台湾只有5张，昨日的高雄的任务是考出到第1张咯。幸运的民众是一个30岁的男性，伊是请店内的工读生、工读生帮伊来拣1张，考了后，伊个抓准讲家己看甲眼红去，再三确认了后，才发现讲这是真的，毋是咧做面梦。痛一个是赶紧甲亲戚朋友来分享。 包厢放假变变叫彩券行是闹热滚滚，因为这开出1200万的大奖。加500。好，谢谢。彩券行一透早就成立，因为大家拢想要来碰一个好气，希望在新也保庇。就是沾沾喜气，看看有没有来中大奖。就是说沾沾喜气。就想说他们这边运气好，过来想要沾一下。 开出大奖的就是这张，价值1000块的1200万大吉利，头奖全台湾敢若5张，昨伫高雄市仁武区开出第1张，得奖的是一个30几岁男性，当时请店员甲斗奖，想要到这一景就捡到头奖，赶紧甲亲戚朋友分享。他就是也很开心，然后又很惊讶，他就说：“啊，我有没有看错？”他就是一直在确认。正拄好的是，店员和得奖的人同款，拢是上低。 才都上班2点钟，就到3港抽到大奖。他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不自己买？有给工读生吃红吗？他现场有拿1叠千钞，但是那时候我跟他说，我们这个基本上是不收，应该最少有10万。对，因为他是包包拿出来是1整叠。 大彩也表示，1200万大吉利的头奖，目前才开出第1张，也有4张的机会。民众一旦试一个手气，无得靠后一个幸运者就是你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